被遺忘嘅神人特斯拉，愛迪生偷佢橋，免費送電俾全世界，死後先被世人記住嘅悲劇天才。歡迎來到活像 B 吧，今次同大家講個生不逢時嘅天才故事。佢嘅名你哋可能喺電動車公司聽過，但佢本人嘅故事仲精彩過戲。佢就係交流電之父尼古拉特斯拉。佢一生發明多到數唔晒，但就成日俾人揾笨，搞到晚年貧窮。到底佢經歷咗啲咩？即刻開始。天才出世，靈感如泉湧，生平出色事蹟。特斯拉由細就係個機人，個腦好似部超級電腦，諗嘢會有畫面同閃電，過目不忘。佢精通多國語言，對數學同物理有天賦，夢想改變世界。佢細個睇見閃電，就已經立志要善用電力呢種神秘能量。頭腦自帶模擬器，佢發明唔使畫圖，可以直接喺個腦度構建、測試同修改部機器，完全冇誤差。呢種能力簡直係開咗外掛，呢種能力係超乎常人。亦有好多人話佢係金星人、外星人嘅說法，或時代嘅偉大發明、改變世界嘅貢獻。如果冇咗特斯拉，我哋今日可能仲用緊又貴又唔穩定嘅直流電。佢嘅發明真正為現代世界奠定基礎。交流電系統，真正嘅電力革命。當時愛迪生大力推廣直流電，但傳送距離短，損耗大，又貴。特斯拉嘅突破，佢發明咗完整嘅交流電系統，包括發電機、變壓器、馬達，可以將電壓升高，傳送到好遠嘅地方，再降低返，慳錢又高效。結果直接打贏咗著名的電流戰爭，成為而家全球電網嘅標準。你屋企所有電器都係靠佢嘅發明先至用到。特斯拉線圈，無線傳電嘅夢想。呢個發明可以產生超高電壓、超高頻率嘅電流，整出嚟嘅人造閃電好壯觀。核心思想，佢想用呢個技術實現無線傳輸電能嘅夢想，等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免費用到電。可惜呢個偉大計劃因為資金問題，最後未能實現。無線通訊與收音機嘅先驅，好多人都以為收音機係馬可尼發明，但其實最高法院後來裁定，特斯拉先至係擁有收音機專利基礎嘅人。佢好早就構思全球無線通訊系統，諗住用手提裝置接收資訊，根本係預言咗今日嘅智能手機同互聯網。第三部分，無私貢獻，夢想免費能源。特斯拉唔係一個為錢而發明嘅人，佢最大嘅心願係將電力無私咁貢獻俾全人類。佢為咗推廣交流電，放棄咗佢嘅專利費。如果唔係，佢早就係世界首富。佢一直研究點樣從環境中提取能量，希望提供免費嘅電力。但呢個想法觸動咗太多能源大亨嘅利益，所以冇人肯支持佢。遇到壞人，與愛迪生嘅恩怨情仇，呢個係特斯拉人生最大嘅轉捩點，亦係佢悲劇嘅開始。初到美國投靠民主，特斯拉滿懷希望去美國投靠當時已經係發明大王嘅愛迪生。不可能的任務，愛迪生答應俾5萬美元，當時係天文數字，叫特斯拉改良佢嘅直流電機，話完成到就兌現。特斯拉搏老命搞掂咗，但愛迪生竟然話：哈哈，你唔明我哋美國人嘅幽默感，走咗佢索。卑鄙嘅電流戰爭，為咗抹黑交流電，愛迪生不惜公開用交流電電死大象，甚至發明電椅，等大家覺得交流電好危險，係用嚟處死犯人嘅。呢啲手段非常卑劣，結果愛迪生用盡佢嘅財力同影響力打壓特斯拉，令到特斯拉雖然技術上贏咗，但係財政上同名聲上就吃盡苦頭。後世睇法認為，愛迪生係個精明生意人，而特斯拉係個純粹科學家。
兩個人嘅價值觀根本唔同。愛迪生嘅打壓確實令特斯拉嘅事業同人生變得非常艱難，晚年凄涼與死後平反，生活窮困，因為佢嘅想法太超前，投資者後尾都怕咗佢，唔再俾錢佢做研究。晚年嘅特斯拉獨居喺酒店，欠租累累，最後喺1943年1月7日，一個人孤獨咁死喺房間入面，死後平反。法庭還佢公道，佢死後唔夠半年，美國最高法院就正式確認咗佢係收音機基礎專利嘅發明者，還咗佢一個清白。特斯拉之名響徹天下，隨住時間過去，佢嘅貢獻越來越被認同。1983年，世界上最好嘅電動車公司以佢嘅名命名，就係 Tesla Inc.，直接將佢改變世界嘅精神傳承落去，成為文化偶像。而家特斯拉呢個名代表住創新、前瞻同被低估嘅天才。科學界同普羅大眾都終於明白，佢先係真正創造咁現代電力世界嘅最大功臣。尼古拉特斯拉嘅一生就係一套天才對抗現實嘅悲壯史詩。佢俾人搵笨、打壓，但從未放棄用發明造福人類嘅夢想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偉大未必喺當下被認同，但歷史終會還佢一個公道。佢係一個真正走在時間前面嘅人。